是啊，宛如最近的网络一段战，民进党立委高嘉瑜被伪造的这个影片呢，大家咧传来传去，问这个来源是来自中国的抖音平台，佮透过 AI 技术呢，讲这个高嘉瑜批评绿营甲总统赖清德，早起高嘉瑜就出现伫劳分局去甲提出告诉，因为伊惊讲，互人利用来打击赖政府，更加呼吁讲，必须要采取行动，阻止中国这款的认知作战。 这个烂党真实糟糕，从赖清德开始往下，全部都是些歪瓜裂枣。用 AI 来改造前民进党立委高嘉瑜的面，不过嘴里讲的拢是骂绿营甲总统赖清德的话，那嘴型对袂着，用词嘛真奇怪。心很累的啦，每天神经紧绷的啦，黄花大哥也瞬间变成黄脸婆了。无亲像高嘉瑜惯性用的词，一支中国 TikTok 的影片最近伫网络顶传，高嘉瑜是忍袂掉啊。所以警方也会透过国际的刑警组织，到底来源是中国的网军、中国的小五毛、小粉红，还是说中国的官方恶意的一个认知作战的行为？亲身到警察局提告，高嘉瑜指控 TikTok 三只人工作室使用 AI 造假的影片，公安局嘛证实，为咗影片 IP 位置各样，判断背后有专业有系统的组织伫咧运作。因为唔那是高嘉瑜，就连民进党立委沈碧阳嘛伫其中。我知道好日子不会太久了，只要解放军踏上台湾的土地，我们这伙人全部都要完蛋。这段影片嘛，互沈碧阳伫咧面册铺文讲，看起来是真笑亏，不过技术真正是愈来愈好。做这个 AI 的变脸，然后去做相对应的一些投降的言论。那接下来他们就制作了很多是跟政治人物有关的。那目前来讲呢，虽然技术还没有到非常的成熟，但假以时日呢，以中国的技术呢，一定是饥渴乱真。政治人物一个一个拢跳出来，就惊假的影片会愈做愈真，伫咧关键时刻会影响到民心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